有钱的人爱趁钱，还是无钱的人爱趁钱？哈？较艰苦的人爱做，还是无艰苦的人爱做？较艰苦。对。那好嘢人已经做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如果觉得现在人生当中那种都会较无顺的嘛，反而要更精进的发心做事嘛。因为人家伊就是对谁功德很多啊，所以即马过要较顺嘛。啊，赶快咱即马感觉讲，都会拢安尼卡卡黑黑黑，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更发心办道。所以真正办道的是，愈艰苦的人爱办愈多，安尼有道理无？所以真的，所以后学甲就得浅显讲我们等一下有时间，因为我们2个小时，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讲6组的，我们先来讲怎么样积功培德的方法、方法来分享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这班大家拢知什么叫讲，什么叫对，来等下再来复习。咱要先讲，既然咱知积功培德这重要，嘛听遮侪道理啊，但咱到底会真正精进心去做？所以我来咱问讲，安尼要众生心烦，就是困咧8点钟扣掉，16点钟，咱感觉家己我大部分时间16点钟，无咱困8点钟，即摆你若困8点钟，无有无啦？老婆婿是暗时几点困？咱来问者。老婆婿拢几点困啊？暗时8点困，透早几点起？4点起，4点起要创啥？你若是老婆婿，爸咱拢几点困？9点困，几点起？3点起。真正有影8点4点起3点起要创？运动为什么动啊？拢做什么运动？几点搁倒去困？几点搁倒去困？起来规工就拢无困，甲伊嘛8点就对。真诶哦，大哥你嘛是，嘛是，所以恁遮是8点3点起来就对啦。3点起来7点外搁倒去困无啦？无啦，我即摆就想要问看老人的生活，问看，咱老干嘛呢？先生你几点困？几点起来？4点钟起来以后创啥？运动了，去远的，就搁倒来，搁困两觉，就无困安尼对。这个时阵你啥咧困？这个时阵要困中昼的时间。就是每天拢，真正所以遮8点就无看人就对。8点9点就困，开始，你嘛是吗？睡好长寿。安尼我做一间较紧，你拢8点困的也是，你若是9点8点困的也是，就看8了紧。你拢共骗，你拄仔面讲8点到9点困，怎啊搁歪牙手？8点困，真诶，8点的时阵咱在创啥？上课。8点年轻人，8点你再开始上课的举手。如果你还在道场精进，半夜可以4个呢。8点，今天晚上8点在做什么？看电视。所以你若讲阿妈咧困，你伫遐看电视，会吵着对。无作息拢无共款呢。8点阮拢8点多开始咧家访呢。家访。少年人从8点开始家访啊！各位每天会去拜访道亲8点家访的举手，8点煮饭煮好就要来家访，举手一下，我看者去。我即摆咧问呢，牙手你加减几啊？牙手者。我每一天暗时拢无伫厝的呢。我们几乎我们读经班嘛，1个礼拜是3天嘛，那1个礼拜晚上2个班嘛，1个班都比方说在艺人上班，对不对？那这边爱想单位又开，比如讲你5天拢无伫厝，你若伫厝，你囝就来问妈，你今天不用去佛堂？拜6礼拜你说你今天怎么这么空不在家？怎么会在家？是不是呢？就是每一天的晚上8点就是要离开家里，这叫做敬雄。顶头有人安尼无啦？有牙手片我看过，掌声者掌声嘛，来，请各位掌声。
公培德，敢毋是？啊，老菩萨伫厝要创啊？顾厝干嘛去用耕耘？我们有个老菩萨，我们这边没有了，但是别人那样，为什么讲伊精进的好啊？精进的老菩萨，我们一年有一次的，就是发心办道月，以前是1年1次至2次，基本上2次至3次啊哈。那个老菩萨套在因有一个单位在屏东啊，中国博哈，屏东，但因较属性共款，因点传书就在这顶老菩萨7个人，啊因就8人座、9人座，啊大家就知，去咱这砖头看倒一个分堂，开始导人，规工哦，一透早8点到5点，一个月大呢，安尼有认真哦，屏东，伊1年哦，我是来看下因那个单位1年拢导300桌，就是那个单位。他1年会有3次的发心办道月，啊，因这几个老菩萨就是他上班的呢，啊，就伫这个砖头，啊，迄个砖头，哎，不然吼，啊，我们有个年轻人哦，年轻人就是一套站来就发心办道月，伊工课就辞掉，甲头家讲我即摆这个月无爱上班，就去路边问路人，安尼认真无？跟咱无同款哦，跟我们好像有差别，对不对？或许讲的就是他们的精神。虽然各单位办道的方式不一样哈，新义组应该没有，宝光建的单位，我们现在道场比较少，宝光建的单位现在阮砖头哦，砖头都有一顶老菩萨在像咱这制服安尼，啊一个乌托摆顶，即摆乌托摆过，伊嘛去搞阮道呢，伊讲少年诶，老菩萨，我甲你阿嬷袂甲你骗，我带你来拜佛怎无？都还有一批这样的人，老菩萨，伊叫老菩萨部队。所以咱老菩萨较早可袂当学一个白天去做这种工课，因为迄样讲啊，所以每次经过讲，少年我会再有拄到你哦，啊，你怎么鬼啊？我们就是这样子，见得下好像我们宝光从政早期有，那这几年我们转型了啦，转型了，但是他们还有一个部队是这样，那我们屏东单位还是有一群老菩萨是这样的单位哈，所以。既然是机构培的这么重要，我们有想过，咱就有想过无？咱在座听，咱来上课，想着讲咱3个月1次嘛，对不对？咱听这个道理要做啥物？除了互咱的心灵性啊滋长这营养分之外啊，咱听这个道理是不是要来做出来较重要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，来分享各单位啊，分享我们宝光从政的一些经验。会当下用，咱家己留起来；袂当下用，我们再发心。因为我喜欢咱这所在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地方太棒了。所以刚刚在那边有跟一些前贤的哈讨论过，你看这里当可以很多白天班，那白天班啊，因为老婆在做演员嘛。现在全台湾省未来要推出的叫做1区1乐龄，就是一个所在有一个乐龄，乐龄做什么？若是趁钱的，就是托管班，迄老菩萨就像迄幼稚园共款啊，来遮上课。啊，咱幼稚园一个月收7、8千，啊，咱嘛共款，老菩萨来遮上课，就收3、4千、4、5千安尼，啊，共款排课程给他们。有想到啊吼，这里可以这么做，这个爱钱，啊，若无爱钱呢，就是开白天班来互恁学才艺。各位了解哦，慈济，各位去想象慈济为什么他的人也都来入这？因为伊是头啊，或许是不知道爱想，像我们单位没有。白天的时候，咱得勤到那个找去等，那么辛苦无？他只能够去找别的单位、别的地方去上课，去排解他无聊的时间。所以慈济为什么越来越多？伊白天的是为各单位白天都会是为环保回收的啦。回收站，或许换的令真的，我们的爱想单位可以这样做，因为够大嘛。他让老菩萨白天就在培养自己的德气了，一个来讲，是不是？所以发一崇德的单位，当时我们讲的开台尊王，各位知道这个地方吗？恁真正唔知啊？知野手者，敢是伫恁南部嘉义嘛？啊，你拢无出去吼？开台中网他们就这样，因的是社区化嘛，他们
们当时到那个开台中到嘉义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因老卡就是用7天庙嘛，啊，然后就跟各老菩萨就使去庙遐敬菜，啊因边啊吼，就有迄个药铺啊，大家就会使去啊疗院嘛。那楼上呢就是佛堂，对，先天佛堂，所以他们底下是7天的，对，大家人拢会使来。像咱家如果白天是这样子，是不是可以大家都可以来？啊，你得有因缘具足，才成缘到楼上。所以呢，就特殊的是，他们刚开始开台中嘛，就郑成功嘛，哈，他们有回猛行啊，因为是去天，刚开始到乡下地方嘛，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样子，就是说走入人群，行入人群内底，啊，都因在等猛行的时候，爱听开示道义，你有没有特殊？有，他们一路来就是这样，然后到楼上先天佛堂，先天佛堂，所以你看白天他们就度化众生时，用尽了所有的方法，是不是？是哦。所以各位就可以想说，我们的爱想单位，我们现在已经落成的这么漂亮，啊，白天咱的老菩萨嘛，这贼一旦来做啥物，可以做什么，就可以规划。你就可以弥补到说不用1个月回来一次，白天的就这样。像或许从去年开始，或许觉得我们道务已经读经班，因为我们这一批领令的都是从读经班发展，或许道务都是从读经班家长，对，读经班来，我们就让他求道，就成我们的道经。可是当我们从读经班开始，慢慢在没落，那修版的5天时地利人和各洗衣嘛，或许是不知道哈，我们爱想单位的读经班，我们的读经班现在就比较没落了。以前一个读经班7、80个、100个学生家长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20几个、30几个的，刚刚就刚那样了。可是现在没有，那你就会发现到，哇，这样子道场哈开展不出去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开白天的烹饪班。各位白天烹饪班基本上都爱参加，所以我看到这个爱想单位在白天开烹饪班，因为我妈心意煮做好煮假。你们是很会煮东西，都一直点头，你看我肯定家己的，拢食到安尼嫩嫩吼，嫩嫩啊。啊，烹饪班就开办烹饪班，各位白天有闲的人，家庭环境好不好？好。一定是较好嘛。第一，烹饪班白天有闲就是退休人员，是不是？退休教职员，搁一点就伫厝带起来。所以或许开了3期的烹饪班，全部从 FB 招生哦。你那边懂了，你知要那个多嘛？因为我们就要开办，那就是公开办嘛，在讲外网的部分，基功培德就分内圣跟外网嘛。那我们现在先讲外网的部分，外网就是要懂人嘛。好，怎么办？用 FB。各位有没有想过渡人用 FB 啊？懂那无马上改多，就是烹饪班结束之后，在烹饪班里面才看到哪一些人跟我们有缘。各位可不可以用这样渡人？你有想过无？有想过用这步无？等于计划嘛。或许招生哦，我们的教室很小，因为没有像爱想这么好的环境，因为我们是宝光从政底下的小单位，就是就像以前的爱想的小单位嘛哈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佛堂不大，我们是租的，所以我们就开30位，常常会报名。天恩师德用 FB 都没有想过哈，用 FB 你上传简章上去，今天晚上上传，明天就额满了。30位，为什么那么好？天恩师德啊，那你要相信上天嘛哈。那当然你要进 FB， 所以各位或许跟那个秀官啊联络的时候从 FB， 我就在那边找，美丽也点了，就在那边找吴秀官，他就会出来。所以网络好不好用？作用，但是你要经营啊。所以或许都交代人才，这边不能叫候选点传师啊，因为你讲点传师，人家一贯多班呢，伊袂来。所以候选人只要讲点传师，我就可以打电话跟他讲说，赶快把点传3个字拿掉。所以你们在 FB 里面没有看过候选穿制服，如果你们去搜寻许凤，然后许凤剪碎碎，要经营 FB， 人家就会进来，那你就都是烹饪的。那或许开的烹饪班跟道场有没有主体有没有一样？有，或许讲的叫做幸福驿站。当时要叫做幸福驿站，是因为基本上困到拢无要煮早餐，家庭就会不幸福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困到了存这个作用名，跟我们煮饭，跟我们洗衫，娶某是要创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困到安尼足
认同呢？认同。家里一定要煮早餐，煮一定要有饭菜香，所以或许就跟他们讲说，我们要开烹饪早餐。那烹饪班开设就是一个好处，里面干部，迄煮家煮伤咸、煮伤正是个人风格的。我就是煮足清淡的老师，你感觉足清淡？咱古早人咧用请吼，桌顶拢放豆油无？就是你感觉我这个师傅若煮了伤正，家己有带对不对？啊有汤无？你就感觉伤咸，你就去舀汤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烹饪班是最好开设的。所以当时或许也想说哦，我要来开烹饪班，开早餐，所以或许拢做面包类的，就是面食类的，而且叫做不添加任何化学添加物。但是开到尾有添加无？有啦，因为外口的物件拢有添加的。但是我或许也这改就叫做少添加，少添加的就搞的啊吼。就这样开烹饪，那果不其然，带动很多的家庭幸福美满。因为太太每天做，就会给先生吃，给小孩吃，你在家里的地位就提升了，跟我们道场的道化家庭有没有符合？有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或许这样子开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开30个，或许第一次是开4个月，4个月太短了，无感情。第二次就开5个月，还是不行，因为咱该感情搬了无好，第3期或许就开6个月，6个月的该感情较好。那你要度化众生，所以你就要设计，就跟我们读经班一样啊，所以你还要设计，所以我们就设计4次的烹饪班，1次的成果发表，然后1个月、2个月的时候就要出去旅游，旅游的时候就带他去看我们的道场巡礼，那因缘具足的人就可以求道所以我们在开烹饪班就没有1次，我们以前我们单位要讲我们单位，或许觉得这个是比较可以改正的。我们的读经班是100%求道，就是家长来参加读经班就100%要求道。可是会不会有后遗症？会，因为我们都是办活动，比如我们读经班在2个位啊，就来佛堂办活动，圣诞节办活动然后办活动就叫人家开智慧的求道嘛。可是他有时候会觉得是勤奋所以回去之后会有后面的声音。所以我们既然是社区的经营，一个共为压力读经班就会慢慢的比较少人来，这是或许我们自己单位自己检讨。所以我们现在较斯文就是私底下成全，感觉伊袂歹再来可以求道。如果没有，那就纯粹教读经这样子。那烹饪班也是这样子，因为你是网络你袂使很强迫那么快的求道，但是慢慢的这样子，这是或许觉得很好的方法。烹饪班，如果各位要开的话或许恁家一定出钱人才，米粉平个单拢还袂使做米粉粿对不对？是不是咱就莫甲做米粉粿，米粉粿伤过臭，就甲做香酥饼，甲做馒头，然后就教那个我们教的东西都手工蛋卷，